台文通讯网报第254期，专栏台湾人写真，椅仔廖淑芳，红苋菜煮鱼脯仔做汤底，顶悬有一粒卵包，一块煎肉排，搅一汤匙仔咸椒仔豆油，好食甲志强要卷去。这是阮大汉后生煮的母亲节早顿。这个大汉后生毋是我生的，是因老母，就是阮姨仔，就是阮大家仔。对翁叫阿母是姨仔，欢喜甲伊的慢后生交代互我，共同组织新家庭。世事变化济，如今阮是男主内女主外，翁婿就亲像我的阿母，逐工照顾一家三顿饱。阮兜的人袂惯死外口餐厅的口味，较枵嘛是转来厝里乌饭骹。阮若上班，就早爱先便当，算是实际小天，让出灶骹的天地，搁较鼓励伊的煮食功夫步步高升。其实我知影，翁婿自细汉就介意缀伫姨仔身边，学着袂少手路菜。即马欢喜煮食，加减有怀念阿母的意味，虽然伊袂讲出嘴。阮大家熬煮食，熬尖子，衫裤拢是家己一针一线天。伊对人和善，身体健康。伫80岁以前，健保卡无咧转囡仔。迄阵阮年偌大，伊伫旧厝住，洗衫用手洗，衫晒到半斗仔，就爱走去冰平。过年过节，伊会招我炊粿白粽、甜粿、发粿、菜头粿，做甲真欢喜。中原普渡就爱拜普渡公，拜好兄弟，顶倒下倒，物件安怎排塔，安怎收藏。即款泉州例，阮自早毋捌拄过，伊会稳稳仔教，毋捌受气。做节爱早，做期爱晚。姨仔虽然毋捌字，算数对节日的记忆，迄是无人赢会过伊。伊对我即个较晚来、幼气兼含慢的媳妇，无半句怨言。阮再来毋捌有细小的婆媳问题，颠倒像孙仔缀伫阿嬷身边，显然心息趣味。姨仔会教我鱼仔安怎煎，鱼仔才袂溜皮，阁会切，控肉安怎滚。肉才会芳 Q 袂死咸，菜粽仔安怎拍，梅仔汤安怎行，啥物青菜食了会喙白。一直到有一天下晡，阮同齐煮衫，哪看下晡的连续剧重播，姨仔坐伫高椅仔顶，话讲地动，加火压的椅仔中风啊！人毕竟会老化，看伊对勇行到倒伫眠床袂振动，对会当插伊起来放屎尿，到退休换尿珠仔、乌骹床，也是抱伊洗身躯，愈抱愈轻，身躯愈来愈成柴箍，拖磨3年外，伊渐渐离开阮。有伊的保庇我考研究所，开始学台语、教台语，继续甲伊的后生互相照顾。